来乡亲啊，分林烤鹅。今年第一批野生的乌鱼子已经陆续制作完成了，来自大海的滋味真清甜。今年的价格嘛稳定，欢迎民众直接到产地来选买。即马是乌鱼子的产季，伫咧烤鹅的街路，四界拢能看到渔民拍乌鱼子画边。头一批才掠到，开始咧拍，拍吼，算讲只更较大鼻的。佫有个小鼻的，还未拍啊。野生的含刺的上大差别就是伊的外观，野生乌鱼子色水会较无平均，那外观野生乌鱼子含刺乌鱼子冇大差别。渔民讲野生的口感食起来较香，油脂嘛较少，刺的乌鱼子较嫩，臭味嘛较重，价钱嘛真差真济。野生的乌鱼子较无平均啦。较无像过来遐平均来，色质吼，较无拢统一啦。乌鱼子的产季大概到过年之前，除了家己食，嘛真适合做伴手礼。欢迎民众会当把握时机来到产地买，会更加俗。